我個仔啱啱讀完大學，有一間室內設計公司聘請咗佢做室內設計師，但係佢呢係嚴重殘疾人士，平日着衫啊、上洗手間啊、食飯呢都有人協助嘅。佢一畢業就揾到工，我都為佢感到非常之自豪。但係我已經年紀大啦，咁多年照顧佢，全身都係傷患，根本冇可能好似佢之前讀大學咁，好似書童咁照顧佢。佢努力咗咁多年，能夠突破自己嘅障限，揾到自己嘅夢想，成為一個能夠貢獻社會嘅人，更加可以實現自己嘅社會價值。唔通努力咗咁多年，始終都敵唔過要靠綜援嘅命運？唔係咁樣，我哋可以點樣呢？唔使擔心，社會福利署喺2023年10月開始，為獲聘於有薪工作嘅高額傷殘津貼嘅人士提供每個月5000蚊嘅津貼，聘請助理協助佢哋返工同埋日常嘅生活。真㗎？咁要點樣先合乎申請資格啊？首先呢，只要你年滿18歲，領取高額傷殘津貼，喺公開市場持續就業，每個月嘅工資介乎7875至31500蚊之間，就可以申請㗎啦。你可以透過網上直接申請，又或者致電社會福利署嘅照顧者津貼組，佢哋嘅職員一定可以幫到你㗎。咁你就可以實現夢想同自力更生啦。